一人袂伫通相见，亲像我有水也不是小水，无义的咱听阮开。有两一如因两人，为你有相会，怎样你若是疲倦的误会，放下阮孤单一个。若是雨阮的娘要出来的时，加添阮心内悲哀。你要甲阮离开彼此，也是硬要出来的事。阮只好来拜托我的娘，替阮讲予伊知，讲每日悲伤人，目屎希望你早一日回来。哎，中昼时啊，三仙老公啊飘甲咱亲爱的乡亲见面。哎，你若讲三仙老公仔票，我就反对啊。安怎讲？因为三仙老公仔票是三个拢讲的，咱今仔日是两个讲的加一只母的哦。都是三个人徛伫遮嘛嘿。哎，啊，因为为着这三合一的竞选，我就想着讲，咱这选举的时阵，咱来讲一句啊四句联。好，我先讲哦。投票竞选吹无几工，宣传车、广播车大加小项。过头过暗出便当，无名无字是只候选人啊。敢若候选人尔，边仔遐亲戚朋友，大家拢做无用的，吼，迄选举的时足好笑的。对啊。什么歌有通好听啦，什么国语的、台语的吼，四界安尼烧饼歌拢好听。啊，逐工安尼闹个气啥，啊是有当吼，感觉吼真差，但是差了安尼趣味趣味啊。迄无怪，迄无怪。你甲想看觅讲，这回也是台北市市长的选举，对，也甲市议员啊、高雄的市长、市议员，全省所有的立法委员啊，敢若无专省啦，全国的款哦。嘿呀，这三合一哦，确实有影足闹热的。哦，真正有影闹热，所以咱今仔日制作单位啊，非常的费尽心机啦，为了这个三合一竞选，甲咱做这个做开心的礼仪。来，开心大妹，请了。请。大公无私人人敬，自私自利人人争。那一个敬啊，一个向争啊。迄个争的意思吼，就是万岁啦。争一个憎恨的憎啦，甲一个争国番的争。嘿嘿，对对对，人讨厌啦。意思讲啊，公平公正的时阵吼，人就袂讨厌。啊，若咱自私自利哦，就个人怨。有一寡人啊，对政治较无兴趣的，毋是讲我毋敢吼，踮遮讲吼恁的观念毋对，但是咱斟酌甲想看觅，这是大家的代志，咱吼应该尽咱选民一份啊，即个力量，咱一定爱去投咱的一票，莫讲迄甲我无关系。上界重要就要珍惜咱宝贵的一票。对。因为咱这选举就是咱人人的义务，对。咱一定要尽这个义务，毋通将咱这选票给浪费掉。这是咱的权利，嘛是咱的义务。对，所以讲今仔日呢，天天开心的这主题，就是要来奉劝咱所有的这选民，咱若要转这票落去的时阵啊，咱的目睭啊，都要喜白好金。